拥有英国新堡大学媒体公关高学历的林依婷，这届投入台南市南区甲安平区的议员选举，会用的讲是年纪上少年。9号下午正式成立竞选总部，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蔡依瑜、林怡静，以及民进党的中常委黄成国，拢特别南下为林依婷来加油打气。台南市议会确实是需要国际新人的加入，尤其是伫市政府这几年来会使讲伟哲嘛真用心咧拍拼，但是呢，有当时一寡政策确实无法度来推动，因为安怎？因为咱民进党无过半，因为咱民进党确实大家议员都做努力的，但是确实伫个议会能够需要较大、较济新的力量。大家今仔就坐伫遮，就要来支持林依婷，咱要支持就是要互伊当选，因为查这个当选，我看咧会啦会当选，毋过爱着大家有一个，莫去互时较差着。咱就大家拢伫遮，所以咱就爱全力替林依婷全力救票，每一票拢互伊飘飘路过，安尼好不好？依婷她是年轻的候选人也是第一次参选。那她在这个选择这个政治这一个最辛苦的道路。那当然，我希望说，民进党当然是给新人、给年轻人机会的政党，所以我们特别来南下来跟他打气，也支持他这个年轻人愿意为地方服务，愿意为国家社会做一点事情，我们给他一点支持，这样。其实真的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今天是办在中秋连假的第一天，真的非常感谢国哥还特地南下来给我支持。那我想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贵宾，每一位我的长辈。其实给我的很多鼓励，在未来的这78天，我想对我都是最大的支持，让我可以带着这些支持，然后一起走向胜利。伫中常委为候选人来披挂彩带，民进党台南市东部的主委潘新团的手机，现场动宣声不断。抬起我们的旗子，谢谢，再次感谢，让我们的依婷高票当选，来。高票当选，林依婷当选，林依婷当选，林依婷当选，依婷当选。除了中央市长加东部的小厅，另外地方的民意代表，不管是现任或者是新人，来自无同区的议员或者是候选人，嘛拢到场小厅，内面有老干，嘛有新知。代表青年正陆军的出发，会长林依婷伫个政见白皮书嘛提出真侪南区甲安平区的未来发展的愿景，包括跨港大桥的设立、社会主体兴建、甲青年创业等。市长嘛回应，如果市长连任，林依婷当选议员，一定会来加速进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